可以因为菊花有情感面目、情热解脱嘅功效，除可以会拿来用，佢当然也会拿来泡养生茶。不过台湾当年生产呢无30公吨，价格还系按意思进口。去年呢入进口为157公吨。56年前，台湾对中国传入红曲来种，更加主要种嘅有泡花、黄花两种。农委会产业改良厂同苗栗农改厂经过3年嘅新创调查，提案名做泡血同黄金曲。当年对11月15日到12月的係台灣紅曲開花好早嘅時節，苗栗銅鑼係中青發的地區，對政府補助紅曲農到民間自家來種，也係一隻紅曲菜地化靠自家來發展嘅過程。接下來嘅故事，我哋對台灣紅曲嘅故鄉講起事。許多規片的紅曲田地都翕相，連同花海融合共下，連細阿妹嘅女唔係拿定手機，拿講樣嘅翕下來。前年除了用樣樣機翕自家，細奶沒有同細妹翕呀，仍比發行個這樣嘅時節。試唔過一下細妹唔係已滿意，愛記這個翕一擺，細奶行見注意，背後唔會弄出人來。每年來舉辦也呢行季節，佢說100多年來，可以講有文明到全國嘅哈。當到有相吧，也把來到人家銅鑼來看菊花，好，尤其差不多有11年中旬噶，來到人家救護台地，整片都是白色的，好，就像人哋落線樣啊。當天人講，銅鑼2隻時節親將，一年會落200些，一隻係5月的桐花開時節。另外一隻最12月15日開始紅曲花開，紅曲並唔係台灣原生物種，50年代對中國漢族傳落來，故所按照紅曲，鄉中車旗全記得，這樣是銅鑼救護台地種年嘅紅曲，青島家下有漸漸100公頃邊呢，沒來20-30年改種茶米，20個0年來，電都因為科學研究開發，紅曲再度發展起來。我按多年去實驗呢紅曲來泡茶，因為紅曲係高經濟啊，嚇，嗰個慢慢的就從人剝落脫啊，跟到農民呢就改種茶葉，從也按多年來呢，嚇，要變遷都冇窮咗，人家個地方呢，嚇，茶葉啦，一啦，幾乎嘅台地，嚇，要本科學研究嘅開發等等，嚇，故所要茶葉要剝落脫，嚇，要恢復到人家紅曲。也係喺銅鑼山那個紅曲，我銅鑼差唔多95%以上全部都種那個紅曲花。紅曲再個發展起來，銅鑼茶米30班種，韓順雄係主要帶頭人之一。原來韓豐人3代種茶，為有主顧來茶行賣紅曲。不過到90年代，佢發現見來見唔拉賣，也再講見來見少花農種紅曲，規則生意強強都冇睇嚟。91年嚟起嘅就因為規則係銅鑼面積，然後我算是14年種嘅，那3甲人嘅一個田啊。那我講話呀，呢種出來菊花就冇那本嚟你賣嘛。那人就想講人再多轉嚟種嘅那個菊花，啊，嗰當時係台灣人啊都種2甲人嘅菊花，幾乎就所有嘅花農嘅一半。因為大部分都是丘陵地形。所以，在整個產業上也孕育的非常多元的一個這個產業的這個特性，像少量多樣化的這一些農作物，那在全省就非常具有這個知名度，像我們銅鑼地區的這個行局，就是全省唯一的這個主要的這個產區。其實苗栗係體型高高大大嘅矮山呢，本來就比唔得彰化以南平陽蔬菜，唔合適機械化大面積耕種。紅曲行開安陽，這樣是韓順雄種嘅2甲人同菜地花農鬥起來，大概種嘅5甲。頭前院長劉正鳳家下，因為紅曲當有菜地生意特色，補助1公頃10萬元，鼓勵來種，這樣是種到12公頃。1-2年來見種見多，今年其實縣政府冇補助嘅，種嘅人行喺當多。當時有補助10萬元，種12公頃，去年就有增到30公頃。
竟然有40人公顷的一个面积，当中像今日农会啦、公所度，因为讲伊种基无去电机啊，毋是电机，而且也种，当中也迄尾人做出来讲，哎呦，其他种吼。面积啦吼，就最大家係4公頃啦，都一下來今年呢也種出面積呢，差不多40公頃。張芬雲係同樂唯一一班韓劇新手班的班長，佢同韓順雄還係貴小同學，韓順雄也總係睇佢視覺。張芬雲咩種係3格啦，用上係帶頭中，向下見證嘅韓劇生涯風景的高潮。也是個2年來，同樂韓劇都已經200年開始賣，到今年人賣價已經賣到1600到2000元。此外，教劇法班的班長，之前呢係已經劇法漲200元的，嚇，都一下多年來都一出來提升劇法價值，嗰個呢，然後劇法農業產業部分也都呢能夠達到合格、好安全範圍內，甚至到 ND 都也來呢。目前同樂韓劇呢，像批發價呢就達到1000元。要輕輕的愛護它。嘿，對，啊無你若較大個，伊即花瓣。家生好當然好好照顧。今年37歲黃希鳳係隔壁鄉嘅同小兒，去年當款嘅鬼片嘅花海，最請朋友探索潛梯，一刀一刀種嘅夾綠，堅持唔切除草劑，早前用人工拍草，冇想到今年嘅花期遇到2隻颱風菜，冇賺到錢，點都了態。1甲6在我觀念裡面，我也不知道是多大。那在我的想法說，它那麼漂亮的東西，我們就去做它嘛，不要去我就沒有去想到說成本或者是回收的問題，因為我種的漂亮，可以給人家觀賞，然後又本身有經濟效益在，所以說我覺得說航局跟別的地方的花海感受是讓我完完全全不一樣的。幾年來，韓劇花海打出名聲，實際上都是個2年前，同樂韓劇同進口劇花並冇分清楚。同樂韓劇還未有名之前，民眾感覺都窮樣，假使有大，農民真會唔敢種。尤其進口劇花，農藥殘留都超過標準，連帶傷害到菜地韓劇嘅產業。因為佢進口來便宜嘛，大多人台灣種嘅劇花咧，所以講。一出假使都冇辦法拆開來，冇去釐清，甚至於以前嘅媒體報劇花，我講到100%有毒，哇！我哋要發到方面，天天我都打一天視台，講迄度按你同佢播做唔得，啊同樂韓劇每個花農都有檢驗過啊。就當時劇花網友推薦用藥，一條花農呢，都就以前冇去。有推薦用藥呢，就等於講冇辦法去規範講選乜嘅藥嘅，就青菜色。但是到人家就藥檢開始嘅下呢，當地講菊花推薦用藥特色，嘅下當5種。做薯片同樂韓劇較香，快樂較正較完整。有薯片進口菊花，料嘅花方面較細有別。台灣正開始藥檢家下，將開放5種農藥，殘留量總唔得超過0.0 ppm 當嚴格。故數農會來葡萄協出整齊合理嘅用藥量，不過也表看到32種，又有人質疑係咪呢片中國菊花落嚟咯？長期葡萄韓劇農嘅苗栗農改場解釋，其實同樂韓劇農已經當要求用藥安全，重點嘅韓劇生長家下，按樣嘅合理面對偏重開問題咯。唔係因為大量嘅開放農藥開放較鬆，讓開放本身呢，你如果農藥控制的話，沒有本意有一個合理嘅一個殘留標準。好像之前挺嚴格的話，幾乎所有嘅農民差唔多，但是差唔多嘅給石油情況，其實台灣還有100噸的進口量，我哋都講反映講，進口的它是怎麼樣抽驗的？國家檢驗標準應該強一套，種唔得產業進口嘅行價寬鬆。韓劇農認為也隨著農藥已經濫用嘅，不應該再個開放。
則唔會傷害到多麼簡單發展起來航劇產業。对我们台湾的抽验很严格，但是进口的这个部分是不是同样的一个标准？但还有那么大的量才进来，我会不会合理的开放？其实30几种农药对一般的作物来讲是非常合理的。也推荐用药呢，已經達到30-40種，但是也推薦用藥越多，對人家的花農將來的生存又會妨害到，因為大陸進口的菊花呢，也有可能會影響到人家的花農的利益。農藥就開放就到安尼就好了，冇再過繼續開放而已。老師，種藥有機行覺會困難嗎？困難，非常非常困難。我一個不小心同學都團嚟的。實際上，航劇做得有機栽培，唔過當辛苦。黃啟賢同屏東從此縣政府設立有機專區種嘅3年，已經有個野心，代表同採地上見呢，證明就算係同當年嘅南台灣，還係種得起來，只唔過花期較慢。因因為種有機，前面係偏開，後面係重開，還個輸成家下品質又好又快，一般人冇乜很接受。單一作物加個偏重個青苔啦。假使講規紅羅鄉，他竟然就做傳統嘅一個行劇，咱唔記去條做有機為事嘅，你冇農藥好噴嘛，噴藥嘅唔得啦。譬如用噴藥嘅全部重走人家嘛，天空飄問題嘛。黃啟賢也看偏重海出現事件來做生物性防治，也對某啲農改場技術轉移過來嘅，佢將自家培養嘅草林種落去，用天敵昆蟲一種是一種。就像這個就是在爬的這個草田的幼蟲，這是剛孵化的，碰到它肚子餓的大隻吃小隻，就比較大，所以我們就把這摘開拆開把這幼蟲呢，把放在我們的作物上面去。會是害蟲後蟲那個叫天敵昆蟲，那是我們生物防治分場發展的一個強項，讓好蟲去防治壞蟲。通過航劇，要漸漸減少農藥用量，還對無農藥殘留轉做生物防治。今年4月12日，農委會為了分清楚進口同台灣航劇，安名台灣航劇2號係拍攝，台灣航劇2號係黃金劇。也52年來，台灣航劇總算有個正式的名誒。樣嘅迄陣睇到試過，一下農委會也好，農會也好，工作也好，要輔導一個農民，拿一種嘅標章去認定台灣的航劇。我們有這個履歷的這個資料，甚至我們有產銷班隊，甚至我們有農會輔導。那我們選購的這個色澤跟國外進口的這個色澤會有很明顯的這個差距。航劇拋開來過後，恢復本單講用嘅。台灣去年進口157公噸的菊花，不過採地生產的還冇30公噸。就算按樣，航劇農當真相也多冇簡單長有成果，並唔認為台灣要競爭更多。當然做農嘅人進來更多些嘅，採地也冇多出來人力。以目前安尼面積來講法，已經我認為是講當磅嘅啦，含到較多些嘛。全部都因為多些，像人家的做些，全部70歲以上的呀。一定的這個產量不至於太過過於集中的這個種植，反而會造成這個衝擊也不好。所以我想，一定的量控制在一定的這個範圍區內，加上我們嚴格的產銷履歷跟藥檢的這個把關。品質有把關的航劇產業將有未來。包含有機航劇同銅鑼航劇，既用部分出口，像黃啟賢高庭人規劃做係，專門賣歐盟市場。因為歐盟國家人家是發茶，一種東西你係受日本冇路，日本人唔係安尼茶，唔係發茶，是那啲茶葉茶嘛，嗰種嘅想法可能有一兩年會轉變。台灣航劇對無都有，這個對沒落到福建也有個真實的名誒，好做精緻農業來出口外銷。航劇也整實採地農業，其他的腳步，行下做得長長久久的發展。